路开始弯弯弯弯的时，我知影伫尾到阿妈二山关啊。迄时一阵雨为山骹紧紧对我来，白噗噗扫过密密的山马拿。我20岁，戴学生帽，穿紺色喷白花的衫裤，镜头派学生骹绑。这是我独身来义务旅行的第4天。伫收线日温泉待1暝，又甲西马温泉2暝。搭我穿关卡插夹来爬阿妈二山。虽然叮叮塔塔的山甲原始树林含深深溪谷的树色真迷人，毋过有一个期待，互我一直赶路。迄时，大粒雨开始拍伫我的身躯，我赶紧爬上行过弯弯的山路。加载，总算来到山关北边的一间茶馆，毋过我徛伫门骹口硬气，因为我的期待完全实现了。走墙的一家人拢伫遐休困。母娘看我硬硬徛咧，随甲伊用的扶东平面囥伫伊边仔。啊！我简单安尼应一声，倒坐伫迄顶面。因为拄则爬行，喘片鼻阁惊着，我连多谢即句话，都卡伫那后讲袂出来。我紧紧和母娘坐对面，相公伫手年金出一支烟。母娘甲共阵查某头前的烟壳仔刷过来，囥伫我边仔。我犹是点点。母娘看起来大约17岁，伊洗一个我毋捌的古早色的大型头鬃过，互伊鸭卵形的面看起来变真细，毋过真协调，好看，感觉若像民间小说画的头鬃胖胖的姑娘。母娘的同伴有40外岁的查某1人，少年查某2人，还有一个25、26岁的查甫。穿印若狗卡温泉的底衫，